講到咱台灣這個威權統治時期，有真濟所在攏有設置保護色。這個保護體系監控台灣人民尚無有40年的時間。要若這個監察委員呢，伊是針對着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保護體系，拜時提出着調查報告，也講這個體系對台灣民眾造成真大的傷害，會函請行政院就要推動轉型正義教育。這個體系監控了台灣人民至少40年時間。監察委員黃順陸查閱907卷超過10萬字的檔案，針對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保防系統，禮拜四提出調查報告。社會上的社團跟文教救社其實最大宗的它的保防工作人員達到9783人，那總共加起來有4396個保防組織，有22244人是他的保防工作人員。黃順陸指出，根據相關資料清查結果，威權統治時期的政府為着要確保對人民的控制，在中央、文教、軍事、社區、學校、社會團體這機關設安全室甲人治室。人治室就是人事地址辦公室，暗殺保密員甲防諜員，也就是照白仔保白仔，進行內部監視甲審查，侵害隱私甲思想自由。所提報告小則影響升遷考核，大則招致牢獄之災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要維亞隨處都在。黃順陸指出，這個系統對台灣民主造成真大傷害，也懇請行政院愛推動轉型正義教育。也若今年國家安全局已經把所有政治檔案攏交予檔案局，即馬檔案局當地整理分類，也把這資料電子化，放在網絡頂懸，讓大家了解歷史的真相。記者郭玉琪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